生命嘅最後一日，俾你揀一首歌去代表你自己嘅人生，你會揀邊首？你最後一日生長呢個世界上面，俾你喺呢度揀一首歌，或者你自己有冇啲歌曲你認為係今日係你最後一日生長呢個世界上？而家落嚟你聽嘅最後一首歌，或者你想喺你離開之後，你個朋友聽到嘅一首歌。隨着歲月，無盡愛戀藏在於心裏，像冰封的眼光，失去了方向。活着 Viva， 你係認真嘅嘛？係啊，真係達哥係嘅，達哥好爽朗嘅，我知道。我送首活着 Viva。好啊，好啊。年輕得碰着誰，亦能像偉化般光彩，快活到每日也像活着100萬歲，任何事亦能像青春般精彩，快活到每日大1歲。人生去到最後一日，你想用一首歌嚟總結你自己，或者你想用一首歌嚟記錄你自己嘅人生？邊首啊？活着多好啊！好啊，嚟啊！活着多好。遊玩時開心一點不變，掛念我，來好好給我活着，就似最初。送俾你活着多好，多謝你揀呢首歌 ，Thank you。希望你哋會支持我呢個音樂會啊！今日呢個咁嘅靈車 busking， 我諗香港都未有試過嘅。咁啊，靈車嘅 busking 都係因為我哋為咗想宣傳我哋嘅音樂會，一個殯儀嘅新式音樂會，我哋裏面會有一啲新式嘅 sharing 啦，亦都有啲即將會離開呢個世界嘅人，佢哋都會好想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心裏面嘅感覺、態度。希望你哋會，如果有興趣嘅，可以 scan 我哋嘅 QR code 去了解下詳情。再見啦，拜拜。係，我哋快閃啊，轉頭去第二個地方。